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1日，耶利米书29章12到14节安尼讲：恁求叫我，向我祈祷，我会注意听。恁若找求我，恁会找到。恁若专心找求我，我一定会互恁找到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的求救甲祈祷，爱阮专心找求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阮危难中的避难所，你是阮得胜的根基，你是阮软弱时的溃烂，你是保护阮的关台。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阮，互阮得到新的溃烂。求你对黑暗中将阮救拔出来，引带阮行伫平安的路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毋若是想要得到答案，搁较要紧的是要找到你，因为找到你就是找到一切。主啊，阮求救你，向你祈祷，你会注意听。阮若找求你，阮就会通找到。阮若专心找求你，你就一定会互阮找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